一到5月份咧，天氣就變得好怪熱，雞拗培咧就頂住30幾度嘅高溫天氣，翻向一個中山城區嘅樓盤俾大家去睇。咁啊，大家出行咧就似翻拗培咁樣拎住咁大樽水出行，頂好咧就時不時飲下，多注防暑。雞拗培分享嘅呢一個城區樓盤咧，叫做德寶怡高嘅，係中山城區嘅一個豪宅樓盤，改善屋苑嚟嘅。如果大家喺中山城區玩緊啲好嘅地段、靚樓嘅話咧，呢個德寶怡高咧係大家可以選擇嘅樓盤之一。呢個盤咧，如果向南嘅方向轉個彎咧，就可以去到我哋中山東區嘅博覽中心。咁博覽中心嗰度咧有深中兩地嘅一個公交樞紐站，咁啊去翻我哋嘅深圳，翻去我哋香港咧交通係非常之方便。咁如果向東嘅話咧，轉個彎就可以去到我哋現時城區最 hit 嘅兩大商場，一個係 Coco City 啦，一個咧就富日城。跟住沿住中山路再落去嘅話咧，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盛景上方。咁盛景上方咧有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可以直程翻去香港嘅。跟住又可以去到我哋石岐嘅舊城區利和嗰邊。OK， 咁啊今日介紹嘅呢個德寶怡高咧，佢係火炬區，甚至係成個中山嘅城區嚟講咧，佢嘅品質係數一數二嘅。各方面做得好靚仔，亦都係一個低密度嘅屋苑咧。大家見到啲樓咧，全部都係包圍住咁樣起嘅，中間咧係非常之低層嘅別墅，所以大家入到嚟咧，呢個屋苑雖然而家咁高溫嘅天氣啦，入到嚟都好通風，好舒服，個人咧好清爽嘅。咁啊嚟翻呢個園區嘅位置咧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德寶怡高佢園林區嘅一個佈置非常之有層次。園區嘅用材用料咧，大家可以見到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高檔啦。咁德寶怡高作為一個改善盤咧，佢哋而家賣緊最細面積咧係要去到110平。咁如果大家想要大面積嘅單位咧，呢度最大係會有250幾平嘅單位俾大家去揀嘅。咁啊現時德寶怡高咧個價錢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優惠。咁似翻110平方嘅細則，又或者咧佢哋中間面積段嘅128平方，單價咧就可以做到12000一平方，一口價，樓層任揀。咁望嘅景觀咧，就望翻我哋呢度非常之闊落樓近佢嘅一個園區景觀嘅。咁如果係大則嘅話咧，佢哋越大則越貴，250幾平方咧賣緊最平嘅單價咧就15000幾起步到22000一平方嘅樓價。咁啊最抵買嘅當然係細則啦，11888蚊一口價咧。咁啊，之前嘅價錢咧一直都冇咁平過。咁啊，之前咧係要去到18000、19000一平方，所以係跌咗好多嘅價錢。所以今日咧，阿培會帶大家去睇翻呢度改善屋苑嘅最大嘅嗰個面積示範單位，跟住咧再去睇一套最想最抵買嘅細則戶型。OK， 而家出發。OK， 而家阿培咧就帶大家行一行呢一個德寶怡高嘅園林區。因為頭先阿培講到呢個德寶怡高已經係現樓，所以大家睇得到、見得到嘅所有設施咧已經係發展商做好落成，俾到個業主啦。大家見到嘅呢度別墅區咧，成個環境係非常之企理嘅。咁呢個盤嘅容積率咧係去到1.68嘅，咁啊相當於咧而家好多住宅做到3.0咧，呢度住嘅戶數咧淨係佢哋嘅一半，可以意味着咧呢度嘅配套設施個園林區咧。少咗一半人去同時去使用，係啦，咁啊同埋咧，大家可以見到發展商嘅用材用料呢一方面嘅話咧，亦都係抌咗錢去做出嚟嘅。似翻園區嘅呢啲食彈，定係其他啲腿蛋又好啦，全部都係完整嘅食材運過嚟嘅。德寶怡高佢哋嘅一個園林區咧，綠化率咧係可以去到49%嘅，接近50%嘅一個水準啦。所以大家可以見到成個園林區咧，可以話係一步一景嘅。咁同埋咧，每一座樓啦，呢一啲中高層，每一棟樓下咧，全部都係5座單位嘅。咁啊，就全部咧做到一個辦會所，俾到業主去使用。咁而家我哋行過嚟4座。簡單參觀其中一棟嘅樓下嘅一個架空層係點嘅樣，分享俾大家去睇。呢度咧係佢哋4座嘅一個
lobby 嘅位置。咁啊，全部咧採用玻璃嘅一個設計嘅。咁啊，啲物業管理咧亦都會比較好啦，啲玻璃咧都抹得好乾淨。跟住隔空層呢一度咧，發展商亦都做咗唔同嘅設施擺設嘅。咁啊，設翻4座咧就係做翻運動嘅一個主題嘅。咁啊，平時咧就可以免費使用呢一啲公共設施，即係唔使去健身房，仲要使錢。係啦，所以咧住喺呢一度咧係好舒服嘅。其他樓座咧下邊仲有啲小朋友玩嘅設施咧，仲有啲老年人嘅一啲空體設施嘅，非常之豐富。好啦，咁啊而家咧我哋都分享啲空鏡頭。呢個小區咧仲配置有籃球場、網球場，仲有羽毛球場，等等各種各樣嘅設施咧，非常豐富。OK， 而家我哋嚟到德寶二高嘅示範單位，咁睇嘅第一套咧就係呢個盤最大嘅積數259平方嘅。咁德寶二高作為一個改善樓盤咧，一個豪宅盤，越大積嘅單位，佢嘅賣價係越貴嘅，亦都係最多人關注嘅。咁啊嚟到嘅呢一套259平方咧，係佢哋9座12樓嘅位置，中高樓層。咁啊陽台咧望出去嘅景觀咧就非常之開揚嘅。因為前面咧係德寶二高嘅一個別墅，有雙拼別墅，有獨棟別墅，賣價都要成千萬一套嘅。咁啊視野咧就非常之靚仔啦，因為德寶二高咧中高層望園林區咧，佢哋嘅園區嘅綠化率咧接近有50%，所以咧景觀視野係非常之靚仔。咁嚟到259平方嘅佢哋嘅露台，大家估下呢個露台有幾長？咁啊我哋從嗰邊數過嚟呢一度咧，足足係會有9米咁長嘅，同埋嚟到呢個位嘅話咧，亦都係做到一個開放式啦。佢嘅空間仲要再大啲，佢延伸過嚟咧就我哋大廳嘅位置。咁啊呢間259平方啦，咁發展商咧其實都係擺咗啲簡單嘅家私家具嘅，咁啊喺間隔咧都冇太多嘅改造啦。德寶二高佢嘅單位，所有單位無論細則又好、大則又好，全部都係毛坯交付嘅，所以可以任你去設計、去改造，想要邊一隻風格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啊，發展商嘅呢一個259平方嘅大廳咧，係足足超過100平方嘅一個空間感嘅，非常闊落，非常誇張。跟住咧，佢整體嘅廳咧係做到一個南北通透，擁有雙露台嘅。呢度就係佢哋餐廳嘅區域。餐廳都好鬼大，係啦，259平方。睇一睇佢北向嘅露台，主露台咧係朝南嘅，北露台呢一度咧就係望翻佢哋嘅一個商業區，德寶二高嘅商業區。咁呢一個德寶二高嘅商業區咧，目前進駐嘅企業咧亦都會比較多。咁出名嘅話咧，就係中國嘅4大行已經喺度辦公噶啦。OK， 北向嘅露台啦。佢呢一度仲會有一個洗衣機房嘅，係啦，可以做啲收納嘅空間。而家咧就睇一睇佢哋嘅房間啦。咁啊，房間呢一度咧，亦都係主要係睇個間隔。咁啊，發展商都冇擺太多嘅家私家具嘅。咁啊，呢間咧就係發展商將2間房打通，咁啊做到一個總統套房嘅。呢個位嘅話咧，如果我哋擺家私，咁啊就可以做一個工作室，跟住呢個位咧，大家見到啦，佢係採用咗好多玻璃嘅一個間隔啦，隔咗一個功能區，做到一個衣帽間咁樣嘅。跟住呢個位就係隔咗一個位嚟做一個套房嘅洗手間，咁啊擺到浴缸啦，咁大嘅積數，呢度就係擺床嘅位置，大家可以去想像下。睇一睇點樣擺家私會再靚啲。德寶二高呢個盤咧，因為係早幾年開發嘅一個屋苑，亦都係一個比較傳統嘅豪宅盤，所以咧佢哋嘅實用率咧就唔係佢哋嘅一個優勢嚟嘅。過到嚟呢一度咧會有一間房，咁啊呢間房咧亦都係一個套間嚟嘅，咁啊擁有3個套間。咁係作為小朋友嘅套房，定係長者住嘅套房咧，就任你去選擇啦。OK， 過到嚟呢一度咧，另外一間套房，好簡單嘅。
259平方嘅單位咧，就個大廳嘅空間大啲，跟住擁有3個套間。如果對比翻啲新住宅嚟講咧，佢哋嘅一個實用率咧，自然就唔高嘅。所以呢套單位嘅話咧，都係俾大家去望下。而家德寶而高嘅大積單位最平15000幾嘅單價，如果貴啲咧，去到22000咁嘅一個單價1平方，個性價比嚟講咧就唔係特別高。咁而家咧阿培咧就去翻一套德寶而高最細嘅積數，睇一睇嗰邊嘅性價比又做到如何咧 ？OK， 而家出發。OK， 而家阿培咧就嚟到德寶而高嘅5座，帶大家睇翻呢個盤。現時最細嘅積數110平方嘅，咁我哋5座面前嘅呢個位置咧，咁其實德寶而高咧，佢一個盤咧總共分咗4個期數嘅，德區、寶區、怡區、高區。而家賣緊咧就係呢個期數叫做怡區嘅，咁呢度咧就係怡區嘅一個西大門位置。咁雖然話阿培帶大家睇5座嘅一個示範單位。但如果大家揀110平方嘅單位咧，就係揀7座嘅。OK， 咁德寶而高嘅怡區每一座樓咧，佢1樓嘅入戶大堂咧都係咁樣嘅一個設計效果嚟嘅。發展商抌咗錢去做呢一個，即係每一樣細節都做得非常之好咧。你入到嚟呢個入戶大堂咧，會覺得幾骨緻嘅，好靚仔嘅。跟住入戶大堂側邊係做到一個飯會所。5座同埋7座咧，就係2部 lift 配置有4套單位。OK， 而家我哋上到嚟11樓啦，咁11樓2部 lift 配置有4套單位。我後邊咧會有2套110平方，呢一邊咧會有2套中間面積段嘅128平方。咁呢2套單位咧，佢現時做緊嘅特價咧都係11888一平方，係啦。咁全部都係無批交付嘅。咁我哋就睇翻呢一套最細積110平方嘅，每一套都有少少區別啦。咁用板間呢一套咧，佢就標108平方，咁就做到3房2個洗手間嘅。我哋入嚟參觀下，因為無批交付啦，大家就可以參考下佢裝修出嚟嘅一個效果。呢度係佢哋餐廳嘅區域，咁廚房咧佢係做到一個開放式嘅，整體個大廳咧佢係一個豎廳設計。呢度係隱形門嘅一個雪櫃，係啦。咁裝修咧就我覺得都幾靚嘅，迪興嘅一個裝修。OK， 咁呢度咧有個細細地嘅一個生活露台，咁係封咗窗咧佢。咁其實咧到其時大家想要個廚房再大啲咧，就利用埋個生活露台嘅空間咯。咁而家我哋睇一睇佢南向嘅一個景觀露台啦。呢度嘅一個廳嘅開積咧，大概係去到3.6米左右嘅。我哋目測嘅話，咁德寶而高每一個單位，無論大積又好細積又好，大家睇一睇佢嘅一個層高係去到3.15米嘅，樓底會高啲，所以你入到嚟咧會舒服啲嘅。OK， 景觀露台咁就係半開放式嘅。咁呢度係南向無論而家睇緊嘅5座嘅示範單位又好，7座嘅實體單位又好，咁佢嘅一個樓間距咧就唔係自分大面積嗰啲咧咁闊落，係會望樓嘅。所以大家如果揀5座同埋7座都可以揀翻低層望翻我哋嘅園區。如果揀高層嘅話咧，會有立位望出去景觀都幾好3房2個洗手間嘅配置。咁110平方而家嘅單價係11888一平方，咁計落嚟總價咧就130萬左右嘅。咁啲房嘅空間感都會比較強啲嘅。好啦，轉過嚟呢度咧係我哋嘅公共洗手間。咁呢個位咧會比較窄身啲，但都夠用。咁沖涼嘅位置咧都係冇問題。跟住我哋睇咗2間房，一個洗手間。呢度咧就我哋嘅主人套房，係啦，主人套房配置係一個套間。跟住佢休息嘅區域咧，個採光面咧做得非常之好，南北通嘅。有2個窗，呢度可以做一個衣櫃啦，跟住擺到2米嘅床，可以身邊落床冇問題。呢度南向嘅窗台。OK， 咁德寶而高咧，130萬買到呢一隻110平方，
咁咧係一個改善樓盤，各方面品質做到真係中山數一數二嘅，係極少樓盤可以同佢比較嘅，係啦。咁啊呢個樓盤你覺得如何咧？實用率咧就爭少少啦，因為之前個設計咧喺實用率呢方面咧就會有一啲缺陷，但係咧啲品質嚟講咧呢度真係非常之好，地段亦都好嘅。雖然話火炬嘅位置，但係佢享受到嘅配套咧全部都係東區嘅配套，步行可以去 Coco City 富日城，跟住揸車咧3至5分鐘嘅一個時間又可以去到我哋嘅東區嘅政府區博覽中心嗰一帶啦，所以交通配套非常之好，樓盤產品力亦都非常好，唯一嘅缺陷咧就係樓盤單位嘅實用率方面，你又點睇呢？如果有興趣，聯絡阿培上邊嘅電話，叫阿培實地過嚟睇一睇。實地睇樓咧係會有唔同嘅感覺嘅。OK， 我哋下集再去睇其他屋企，拜拜。